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主题乐园，这个门票拢无俗。啊，讲全台湾票价上贵的乐园是新竹的六福村，这大人票一票算大底，调起到1400块。不过六福村嘛有推出到700块的这种门票，但是若要算设施，要另外过来付钱。六福村讲这是定价策略，伊嘛常常针对着无同的族群来推出着优待的活动。 游乐到游乐园体验有刺激的飞天车，可以当看到古水的动物。含卡哇伊的好文活动，伫咧新竹的绿福村推出到大生态动物园的主题乐园。不过未来想要去耍，都要加啉钱哦，因为绿福村公布新票价有2种方式，除了一票双趟海的大人票起到70块，另外嘛推出无到700的轻优票，想要耍的设施都要另外买票。亲像大怒神自由落体150块，急流泛舟含小鹅飞行，特别拢要200。 其中大人票嘛，加做全台湾乐园上贵的票价。听起来感觉是合理的范围，就是物价都高啊。不知道现在国内的游乐园会这么贵，设施都没有在更新。民众拢感觉负担起真济，对这件代志绿福村回响，这是今年度的定价策略。另外，嘛定定配合节庆推出优惠的活动，啊那轻优票是为了要互囡仔大人方便，会当未来动园坐巴士看表演。 来提供单次付费选择。伫咧暗时下，欣赏烟火秀、夜光照伫咧城堡，来迪士尼就亲像来到故事红仔仔世界。对比日本主题乐园的票价，东京迪士尼伫咧新台票1700到2200块，台版环球影城伫咧新台票1700块到2400块。啊那这介绍拢是一票双趟海，买当欣赏表演和游行。OK 啊，你钱够你就去玩了，钱不够你就在国内玩就好了，对啊。 国内外乐园票价敢若差300到800块左右，不过想要飞出国，嘛是要付出机票成本。这一片绿福村起价，就看游客敢有法度接受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